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有一阵咪因为疫情的关系，他讲人都无办法出国。嗰时有等人讲，哎呦，二人鬼想出国咯。但是观众朋友有想过无？我哋睇台湾的外國的朋友，其實伊哋鬼想要過去，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伊哋冇辦法過去。你今日有想到來賓咯，係對日本加過來嘅客家新橋卡利。伊對日本來嘅以後，其實伊對伊陣咪都冇辦法過去。卡利其實佢特別到，伊聽日本嘅時間後，都鬼考中文，嗰時伊參加過全國的中文的演講比賽，得到第一名。伊來到台灣變成客家新橋以後，伊唔單止會講中文，同時伊嘛開始學習到我哋客家文化，同時伊嘛有自家嘅 YouTube， 變成伊哋把嘅文化同客家文化同日本化文化，睇下 YouTube 地方佢充分嘅展現。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嘅來賓卡莉來欣賞，卡莉歡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內埔嘅新橋卡莉。卡莉，我頭聽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好多人講，唔聽日本得到全國嘅演講比賽第一名啦，嗬。你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當初你會去參加嘅演講比賽嗎？就是大一的時候，我第一次參加朗讀比賽，那個時候我是千葉縣第一名了，然後後來大三的時候就來台灣念書一年，交換一年了。然後大四的時候，我好像沒有存在感，就是大學4年以來好像沒有什麼存在感，所以我參加了那個演講比賽。然後第一步是就是新葉縣第一名，然後去參加全國的，但是我沒想到可以得到第2名。對。因為其實我改做咗認識卡莉嘛，嗰時我其實我在講，其實我得到第一名係因為評審講嗰種你要發音是因為你的當時的發音是台灣腔，對不對？對。假如你是不是台灣腔的話，你可能就已經是第一名了。對，有可能。一部分係改，都感覺到改當然改可惜啦，係，但係聽嘢喎，你幾時仲有學到台灣腔嘅國語咯？就是評審他們都是中國人，然後就是有其中一個評審跟我講說，如果是你是中國腔的話，你有可能是第一名了。是，對，那個時候就是被糾正說，為什麼你不好好學中國腔這樣？可是我這邊想問的就是說，你當時在日本的大學是念中文系嗎？對，是念你們叫做中文系，還是叫華文系，還是叫漢語系？中文系就叫中文系。對，那老師教的部分幾乎都是教所謂的中國的那邊的中文。對，發音也是。發音也是。那請問一下，為什麼你會有台灣腔呢？就是我還是大3的時候，剛來台灣念書的時候，還是有中國腔，就是捲舌。捲舌捲得比較厲害。對。但是就是後來被台灣的朋友笑了一番，然後我就後來改過來了，然後就是慢慢聽周邊的人的發音，然後自己設計一下就是台灣的發音，這樣子就可以融入吧，融入台灣的文化這樣子。對。可是安尼話，你等於講，其實後來睇台灣教班學生嘅嗰段時間，都認識了台灣的文化。那段時間認識台灣文化，跟你後來嫁台灣老公有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因為我大一的時候才認識我的先生，然後那個時候還沒有馬上交往，然後大3的時候來台灣。受到他的照顧，然後我就覺得，好像他很貼心，是台灣人很棒，對，然後就交往了。那接下來，其實我想問的，就是說，後來你決定要嫁來台灣的時候，家裡面的人有沒有反對，或者說有沒有很擔心的部分？哦，當然有擔心，就是因為我們去登記的時候是剛好是疫情的時候，疫情剛開始的時候，然後那個時候。我媽媽那邊的人完全都沒有接觸過我先生這個人，但是我爸爸那邊有接觸過，所以就知道這個人。
那当初我妈妈那边的亲戚呀，还有阿姨呀，他们都很担心我在台湾过得好不好啊，或者是我在台湾做什么啊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尽可能的跟他们讲一下，我在台湾过得很幸福哦，这样子。因为俺们提供，其实迄人在台湾睇，唔单止讲迄俺的朋友会给加，然后同时你这个嘛有这个 YouTube 嘛，那这个东西是不是等于是在日本之前你就有类似的工作经验吗？你要不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在日本之前的一些工作经验？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有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例如说工厂，就是化妆品的工厂。还有就是超市的收银员，然后就是可能是所谓的那种网络购物的工厂里面、仓库里面工作过，还有搬家公司，我还自己搬了一台冰箱，对对对。可是等于那种你要工作的经验更丰富啦，哈，没讲让出一个人特殊的一个什么样。那你嫁来台湾之后，你觉得，因为其实你当初只是说，因为那个1年的来海外研习，来台湾住1年嘛，然后认识了一手。那真正嫁来台湾，在台湾入住之后，你觉得台湾的生活跟你当初想的有差别吗？可能是要入境随俗吧，就是可能是要跟我先生的家人一起拜拜啊，我们没有拜拜的这个习俗。对对对对，尤其是就是拿长长的香啊，还有就是可能顺序的问题啊。对对对对对。哦，我懂了，尤其是以前可能是女朋友的阶段，还是属于朋友的时候，他们家里面的也许不会要求那么多，可是你现在是一个媳妇的身份了，对对对，他会觉得说你要开始学了。对对对，学习这些礼仪，因为其实跟日本是真的完全不一样。那对你来说会不会很有困难，会有压力啊？一开始觉得会有压力，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行，这样子不能融入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就自己慢慢的习惯了。尤其是你看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一直那种要拜的，其实无少呢，几多呢？买个土地公啦、白公啦、天地主啦、妈祖啦，然后尤其是要过年了，对，过年就开始从年30啦、年初一啦，那个东西，也许整个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来说的话，伊迄几重会看到了，但是对你来讲的话，嘛其实你以前在台湾读书过1年，然后今天真的加过了，其实这个东西对你来讲的话，就是真的是真枪实弹，你开始要去学习了。对对对对。那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是？最困难的就是可能一开始最不习惯的是打招呼的时候叫名字这件事情。是。对，因为在日本的话，只要说你好，或者是早安，这样就好了。但是在台湾的话，一定要叫名字。叫辈分。对对对对对，阿爸啊、大爸啊，对对对，把对方的辈分叫出来。可是对于辈分这件的称呼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会不会很难记忆啊？很难记忆，对，非常难，非常难。可是当时你在念大学的时候，不是也应该会有学中国文化里面的称谓吗？比如说国父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只是说回应对照到客家人的客语发音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嘛。对，因为落差很大，跟中文的差别还是很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到底是叫阿姨还是？对对对，舅妹，对对对，叫舅妈还是叫阿姨？对对对。但是在饮食上面是完全没问题吧？饮食上没有问题，对。我们这边吃的比较甜啊。对，好像比台北甜一点。对，比台北甜一点，南部人都比较吃甜。对对。因为我们有种甘蔗啊，这是开玩笑的。对，那其实饮食上、称谓上，那其实你那个。温度上面呢？气候上面呢？气候上面，我觉得台湾很适合我，因为我怕冷。是，因为我在想说，哇，千叶其实会比较偏北，偏中北一点。对，皮特是比较冷的。我想说，哇，你会不会觉得南部很热那样子？一开始夏天真的很热，热到就是很有起疹吧。对，那时候非常觉得
不行，我真的待不下去了。但是冬天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服，这样子。对，我们这边冬天会偏干冷，对，但是夏天真的是湿热，对，真的就会觉得让人不舒服。可是我見嘅喺呢條女僕，其實女僕對綠隊來講，我把馬算一啲關於鬧熱的地方嘅啦哈。那這樣子，我想請問一下，像你現在住內埔嘛？你可不可以跟我說出3個內埔你最喜歡的小吃？第一個還是米其夢啊，米其夢。為什麼會喜歡吃米其夢？因為米其夢沒有辦法對應到日本的任何一個飲食。對，因為它又不像烏龍麵，它也不像素麵、細麵。對，它要粗不粗，要細不細。那為什麼你會喜歡米其夢？因為它很有特殊，又 Q， 然後怎麼講呢？口感又軟軟的，然後肉燥搭配的肉燥也是看哪一家又不一樣的味道，我就覺得。探究那個味道，我就很開心，是很有趣，很開心。好，那這樣子你在內埔是對的，因為其實內埔的米其夢是最有名的。好，那第二個是什麼？第二個鹹班的吧？哦，鹹班的呀，鹹陽班的，鹹湯圓。對，這兩個都我真的都很驚訝，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喜歡一個東西，其實會從我們的母國有什麼好，感覺會找一個類似的東西去喜歡。鹹湯圓日本也沒有吧？沒有，完全想不到的搭配。日本的蛋藕大概就是一個糯米團。對，裡面沒有包，大概是甜的那樣子。對，蠻好吃的。蠻好吃的，所以說其實看起來你在台灣的生活，目前來說一切都安好吧？對，因為人家講啊，等下做M嘅帶隊咧，嗰時冇辦法看到講冇做 M嘅客人，其實係在講呢等日本什麼嘅，日本什麼嘅今變成我哋客家心橋，其實睇我哋台灣，我哋啲屏東其實個個好。休息下喎，我哋埋嗰度嗰陣真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日本嘅客家心照卡琳同我哋講，伊係樣嘅，佢是嫁到我哋台灣咧。我想請問一下卡琳咯，你平常嘅時候你平常嘅時候跟義手，平常是用什麼溝通啊？是用華語還是客家話？華語為主。華語為主。對。然後客家話為輔嗎？是這個意思？對。那可是我比較有趣的是，因為他本身也是會日文呢，為什麼你不會用日文跟他溝通？就是可能我比較情緒化的時候，會跟他講日文，但是其他的時候還是不太會講日文。我問一下，吵架的時候你講日文還是講華語？講中文。真的啊？那你很厲害，因為很多人吵架的時候會回到自己的母語。對。那你很厲害，真的就是你的中文真的講得非常的好。不會。就是變成吵架的時候，你都會講中文。很多人都說，他吵架的時候就會回到母語裡面。對。因為那是我最順口的一個語言。咁，那你因為而家來加來我哋台灣以後，要記得加到呢輩其實係客家種嘛，嗬。例如講唔國語以外，漢語我哋咧國語以外，唔好談到另外一個語言的客家。那你自己本身有在多多少少學客家話嗎？對。那你學客家話是從零開始學嗎？還是在日本的時候就大概有聽過？沒有，從零開始學。好，那這樣子最好問。你覺得你以一個日本人來說的話，雖然你是中文系的，你也算是有中文的基礎，因為其實文法雷同啊。那你那個時候在學客家話的時候，你覺得有困難嗎？有，還是有。還是有。你覺得困難點在哪裡？困難點還是發音的。發音嘛，哈，因為文法是一樣的。對，文法是差不多，但是發音的部分，客家話有鼻音。是。對，有鼻音，而且我們的音比較比那個所謂的國語的四聲還我們的聲調比較多。對，比較多。對，所以就那時候覺得啊，到底是啊還是啊？
这部分我想再问一下，因为其实日本听说是没有在分声调的嘛，对不对？对，没有分。那当时你在学中文的4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困难？很困难，所以一直跟老师讲妈妈、骑马、妈妈这样。哦，那你看啊，那你现在国语已经学会了，然后接下来又在学6声的客家话的时候，那这2部分会不会搞混？不太会，不太会。对，因为还是要就是主要跟我的先生的家人，还有我的先生讲话的时候是基本上就是客语，然后除了这个机会之外都是中文。而且你知道吗？我发现你的先生呢，他讲客语是讲很快的，对，他完全没有在顾虑你会不会听得懂，对，所以说你真的可以听得懂你先生的客家话，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所谓地狱级的那种训练方法，因为他讲客家话，他讲过讲啊，他讲话讲过讲，可是等于你讲你那糖是讲嘛，其实不简单，他也不会为你，我好像没有听过他为你慢下来讲话的。因为我的讲，其实后来有考上啊的汉语音真的初级的嘛哈。那当时为什么会去想考初级认证？为什么我想去考？因为我对语言充满了好奇，然后就很热爱外语，所以我想要学习。而且我先生家主要是讲客语，我不想要因为我的关系破坏他们的原本的交谈啊，或者是生活啊什么的，所以我想要学习。对。那个时候在考客语认证初级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什么？最困难的是应该是听力跟口说。听力跟口说，对。听力的部分，你的先生已经训练得很好，因为他讲话很快。对。那口说的部分可能，应该能讲，口说的部分不仅是对你来说很难的，因为其实对有一些，假如说他不是家里面就在讲客家话的人来说，他也许听得懂。你那讲的话，其实有的人真的讲不出来，不都讲不出来。可是你怎么去克服口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学会一个外语是要有一个勇气，要勇敢的讲出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是对客语也是有这样子的心态去学习。那你的口说的一个训练的话，你是从哪里开始？因为有些人就说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是说从某些特殊的器物啊什么之类的。你的口说练习是从哪里开始？我的口说练习是唱歌啊，唱歌。对，唱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对，包括它的音调啊，然后咬字啊什么之类的。对。啊，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歌呢？最喜欢的一首歌是《燕子》。燕子。对。为什么我喜欢那首歌？因为我觉得它的曲风是非常简单的，自弹自唱的，很像我最喜欢的日本的一首歌手奥华子的曲风。然后它的歌词也是很简单，很容易懂，但是它的内容是很深的。因为你讲说燕子，它这首歌里面的燕子是代表了什么呢？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感动的部分是哪一部分？那我唱个2句。好啊。烟风你掉落山下，烟的几步家。光归路有一般般，爱背青岛之家。以贵种还讲，各种啊，一般的烟如果鬼都自家路卡嘛，好都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那这是不是会让你想起自己多久没有回去了？对。你多久没回去了？我已经2年多没有回去了，疫情的关系。那你会不会想家？很想家。对，所以每次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2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很想要回家。那第2件事情是客家人好像很爱回家。这一点。对。因为对客家人来说，我们所谓的回家这件事情，我们叫做归。好，南部叫归，北部叫转。好，那我们叫归的意思其实就是
回到你一个最初的一个地方去。对，所以说其实对于台湾的客家人来说的话，回家这种事情，其实尤其像南部的客家人，其实他本身在南部已经居住了大概有300多年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已经算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民族了。即使我们到了台北去，到台中，甚至有些人到了移居到海外去。可是回到这块土地上，回到自己的屏东啊、高雄啊，其实也是我们最后很想要做的一个事情。我想，对于离乡背景的你来说的话，其实那种感受应该可以感受到这种感觉。对，但是像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来东啊的我的尼泊尔，好，叫做客家文化。那客家文化里面的哪一部分是你觉得，当初觉得很喜欢，或者是觉得很惊讶的部分？很惊讶的部分就是他们很照顾家庭吧，很热爱家庭，他们拼命的守护他们的家。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日本的话，1年中可能回去个1、2次，但是我嫁我先生之后，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回去一趟这样子。对，然后我先生的爸爸也是很爱家庭的。对，就是我们跟原生的家庭其实关系其实是很密切的。对，我们不会说因为嫁出去之后，或者是分家出去之后，就跟原生的家庭其实就不会有关系了。即使说原生的家庭可能是由舅舅或者是叔叔、大叔、大伯来长，但是其实我们跟原生的家庭的关系其实还是不会去断掉。对，那对于，因为其实问题是，这其实可能跟我们本身也是汉人系统是有关系的。那除此之外呢？那你对于客家文化里面，譬如说客家文化有一些民族的文化，譬如说我们的舞龙舞狮啊，这是在日本比较看不到吧？对，看不到。对，因为你在这边应该有开始过我们的年节了吧？对。那这年节里面有哪些年节是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普渡。普渡。对。为什么？普渡就是很多人在那边拜拜。对。我去年也是在家里参加就是普渡的拜拜。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准备了三牲。三牲，还没有错。对。三牲。对，三牲。然后就是准备一堆东西，饼干啊、饮料啊，还有酒啊、茶啊，都是自己准备。然后料理也是自己准备，然后迎接好兄弟这样子。因为日本没有这个习俗，而且我觉得非常贴心的是准备他们的毛巾。对。在日本我们比较常看到就是盂兰盆会啦，对，大概在7月的盂兰盆会，对。但是顶多就是到我们的墓地里面去，鲜花一些简单的水果，然后帮墓碑擦拭干净那样子。但是客家人就比较丰富，对，比较丰富。然后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是一个很贴心的做法，就是我们会认为就是说我们的祖先要先洗脸，洗手干净之后，再开始去接受我们的供奉的一些祭品。然后祭品里面就刚刚讲到三牲，三牲有而且三牲有它的摆法，那这样记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礼俗上的那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对你来说会不会很困难？很困难。对。但是它是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是很尊重这个文化。对，而且其实你现在是当人家的媳妇，人家就会觉得说，因为以后可能就要你去准备这些东西了。对，你就是要好好的去习惯它，同时要去把它记在心里。对。可是对日本加来台湾以后，其实也學習嘅唔單止係我哋文化地位最強嘅部分，其實我哋文化地位歸到歸要嘅部分，而嘛學習。首先下我哋下我哋咪嗰度嗰件細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日本的客家新秀卡琳，同我哋讲，啲客家啲神法太太细细鬼神奇的故事。我想问一下卡琳哦，因为其实你即个来台湾嘛研究嘛，应该有参加过几道客家的法通哦。那在这客家活动里面，你参加过哪些客家活动？有参加过美浓一日游啊，内埔一日游啊。内埔一日游。对对对。内埔应该每天都一日游。真的每天都是。然后还有客家300年的活动。你有参加客家300年的活动？对。啊，那在台的发通地方，你自己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你最喜欢的呢？还是客家300年活动。那时候我自己也去表演，然后跟其他的表演者一起表演，然后那时候感受到那个乡民的很热情的感觉，还有就是凝聚的感觉。可是那我现在问你啊，因为你这个一参加那6对300年的法通嘛，那你知道6对300年的这个活动原来的意义吗？就是它为什么是6对300年？就是组织300年，是对吗？对，就是说6堆这个组织，其实也就是说，等于是南部的客家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6堆这个客家人，其实在那南部这块地方，因为现在还有高雄的美浓嘛，好了，大部分在屏东部分，就我们在这块土地已经其实超越300年的了。那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针对于这个主题，我们设定了一个整个就是以6对300年当成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庆典的主题。那你参加那次应该是纪念大会吧？对，纪念大会。那纪念大会里面其实有几道无共用的设计啊，譬如说盘法啦，金巴拱啊。那天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活动，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奇怪，好有趣的活动呢？客家大戏吗？对，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客家大戏，看到客家大戏，对，是，就是没有想到客家也是有这种大戏，对，他也是很完整的去表演出一段故事，对，然后他的身段，他的穿的衣服的方式，但是唯一的一个差别就在于是说，他的唱的都是属于客家的山歌，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就是客家大戏跟京剧其实很雷同。但是因为京剧有他自己的唱的方式，客家大戏里面除了那些身段跟衣服之外，他唱的都是客家话，然后他的歌曲都是客家山歌之类的那种东西。那你觉得这样子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其实客家文化不仅是我们所接触的这样子的长民文化，它其实有后来很深的一种文化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怎么讲呢？传统的感觉，就是客家大戏里面讲的客家话，有一点，不是我们平常用的客家话的感觉，对，所以就是学到了一些词汇，对。那你有看完吗？那出客家大戏？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有表演，所以没有看完，是，对，很可惜。对，但是至少你知道说，其实客家的文化里面还有其实一个所谓的比较深层、比较丰富的那一面。对。跟你的其实嘛，有点盘法，有一条嘛。我其实之前有参加过那个内埔一日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做盘法，对，那个时候非常紧张，为什么他们可以弄得那么的那个怎么讲，圆圆的？对，鼓半圆形的。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阿嬷，跟我解释啊，他是要怎么跌啊，怎么插啊，对，那个时候第一次学到了，原来是这样子做。在日本有没有类似盘花的东西？可能是插花吧，但是它不是只有花成型的，而是下面有一些材料，然后把那个花插到那个材料上面，是，所以跟盘筏有一点不一样，对，因为它的部分还是会有所谓的枝叶的部分，把它放进去，对，然后不同的流派它的插的方式是不同的嘛，对，它就是一个花器，然后一个像剑山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插上去，但是盘花其实是只留花的部分，对，那顶多有叶子的话也是把它插上去，对，但是它就是
把花的部分叠成一个像小馒头一样的方式，对，很可爱，很可爱。对，而且一般来说盘花都是用我们家里面附近种的花，对，对，就是随地取材。那同时，其实它表现的就是一个对我们的神明最崇高的敬意了，但是不铺张浪费，我们不会去用太昂贵的花，就是我们旁边有什么。就是用什么样的花？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看到你去参加的那6对300人的一个经验台地嘛，哈，跟地方嘛有盘法。那其实那天也有很多的小摊子啊，那些小摊子里面也卖很多，其实我们客家的算是物产吧，好，譬如说板呢，对，好板呢，板呢你喜欢吃吗？很喜欢吃，甜板呢？甜板呢？哦，这个翻译非常标准，甜板呢？还有呢？还有，乌板啊，对，乌板芋头的哈，因为我想说你喜欢吃咸汤圆，你应该会喜欢吃乌板，对，很喜欢吃，很喜欢吃乌板，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在日本好像没有雷同的东西，没有对，像芋头这部分的话，其实日本人是不是用的比较少？对，而且台湾用的芋头，台湾所谓指的那个芋头，跟日本所谓的芋头是不太一样的。日本的芋头是那种小小颗的，咖啡色的那一种芋头，那日本没有那种我们的芋头那么大颗，对，没有那么大的，对，因为其实我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很清楚的，就是说，日本文化跟客家文化，甚至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差异。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 YouTuber， 对，那这个 YouTuber 上面是不是也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呢？有，我的 YouTube 的主题是台湾跟日本的文化的差异。还有介绍客家的文化，或者是我自己唱客家歌的，对，也有分享。对，那你刚刚有提到几个重点嘛？第一，从提的讲，我们讲客家团日本的文化差别。第二，如果了解客家文化，那介绍客家文化这部分的话，你介绍过哪些客家文化？介绍过过年的拜拜。过年的拜拜就是你觉得很繁复的那个。对。还有什么啊？客家传统的理发店啊，客家传统理发店。对。那客家传统理发店，它应该是说它其实是保留的比较台湾早期的理发方式。对，就是让我想象到，就是昭和年代的差不多，还有昭和年间留下来的那种氛围了。对。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客家的文化？韩愈祭，对。韩愈祭其实是一个比较算是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它原来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祭拜的一个形式。对。那你对韩愈祭对你来说，它的独特点在哪里啊？独特的点，其实我对这个韩愈祭，有一些小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是讲了，就是这个韩愈祭的这个活动是被创造出来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跟年节差不多了，现在弄得跟是年节差不多了，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没有把那个韩愈的部分表现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对。因为像韩愈，它不是像妈祖啊，还有那种所谓的真正的神明那样的。那其实以前昌黎祠是我们的一个6堆的书院，所以说当时会有韩愈，其实就是对于考试的神呢，或者是文学的那种一种人的崇敬，同时也是彰显了我们客家人对于考试读书这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所以因此，其实它后来会变成所谓的市集文化这部分，我也是觉得很可惜啦，因为。其实好，同时就是说，其实，在你的 YouTube 里面，你也会唱客家歌。对，好，唱客家歌。那我想请问一下哦，这样子 YouTube 它的反应如何？你这样子一个频道的反应如何？其实他们就是观众朋友的反应是很惊讶，我讲的中文为什么那么流利？对，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些人会提到说，为什么你嫁到客家庄这样子？就是因为外面
好像有被说了，就是不要嫁客家人这样子的话。早期有这种说法，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多人提这一些，为什么你嫁客家人会不会辛苦什么的？然后我就下面留言一下，我不辛苦。对啊，因为早期会觉得说，娶客家人很好，但是不要嫁到客家庄，因为。客家女生都非常能干嘛，所以说其实娶了客家人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但是同样的，嫁到客家庄，你就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早期会有这种说，宁愿娶客家人，也不要嫁到客家庄。但是其实我想，现在年代都不同了啦，就是其实早期的那种，其实好像壁垒分明那种年代，其实已经过去了。大家其实生活在这块土地。公国拜堂，而且这个查不实啊，都一下都死都陪在地方业。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就像你的那个 YouTube 的频道里边，日本人多还是台湾人多？看的人台湾人比较多，台湾比较多。对，日本的观众大概都是我的家人吧。所以说那个整个 YouTube 是用日文发音还是用国语发音？国语翻译哦，用国语翻译，所以说他可能是这样子，因此而台湾的群众会比较多。对，所以说我在想说，下一次是不是你干脆用日文发音介绍客家文化？哦，对对对，有一些影片是这样子的，用日文来介绍一下客家的文化，比如说。韩班呢？韩班呢？还有你最喜欢的前3名。对，因为我真的是自己体验过，然后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想要介绍给日本的朋友，搞不好之后去到日本，然后卖了就爆红了之类的。对，没有错。那未来呢？像你自己。已经2年没有回日本了嘛？那同时，但是其实我知道你也很多事情可以做了。那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譬如不管在 YouTube 上面啦，或者是你只是想要从事的事情上面。就是未来我想要，可能是在 YouTube 上面的话，多介绍一下客家的文化，还有就是我体验过的类似客家文化体验一日游啊，或者是什么。对，还有就是自己本身的话是吸收更多的客家的文化跟语言，然后想要传承下去这样子。你现在已经考过初级了哈？对。那我会跟一手说，一定要让你去考中高级。一定会的。一定会哈。其實對於我哋客家人來講，我哋喺呢睇一塊土地鐵橋，可是我哋感覺到講，其實我哋客家文化嗰種文化嘅貼皮咧，但是對於對我去加過來嘅我哋客家親戚來講，我睇一片嘅神塊，其實對於來講，如係感覺到美豔，如感覺到幾神奇嘅。今天非常謝謝卡莉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很多你在內埔的故事。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隨時下我都聽下你先生來運動運動哦。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